收听台语文学读册会纪录报道，我是比安卡。今仔日毋若会分享读册伴对环保命案这篇小说的感想，阁会读到新的小说内容哦。这个纪录报道是读册会进行的时阵，读册伴甲讨论的重点，也是有志的感想记录落来，期待分享纪录报道。互读者会使学到搁较侪含册的内容有关系的知识。即回要甲大家做伙读的报道是陈明仁台语文学读册会2022正月16第21回。陈明仁台语文学选第232页到238页，集3小说选环保命案。渔船警察的经验，阁有耶稣婴仔的婚姻。纪录报道作者阿关。环保命案这篇小说读煞，大家讨论规篇写作的安排、手路和一寡重点。读册会的阿兰分享侪真好的想法，咱就针对伊分析这篇小说的客体主体、主题。和小说重点这3项，讲互大家参考。头一项，客体主体这方面，看阿仁的作品，就会感受到伊定定家己跳入去故事内底。譬如讲，这篇小说的老警察，过去的菜鸟仔警察，作家，就敢若是阿仁伫替换角色，才安尼来讲伊家己的心情。第2项主题选择是安怎片名要号做环保？故事这林务环保这个人的名，和伊是番仔田人的身世，阁是4翁4囝的背景，也阁有信仰迄时少数人信仰的基督教等等遮的描述，来讲一般人对林务环保无啥理解。又阁是住伫海边的庄脚所在，人命渐渐，死嘛无人管。来铺排这篇小说的重点，引出渔船警察的经验。讲到翻译，李晓峰捌发表一篇文章，号做《彰化地名的故事》，伫2016年《民报文化杂志》第12期。内容有写到台湾地名有反义的所在，毋若南岛民族住遐，附近嘛有汉语族移民，有优越感的汉语族人，就用“反”这字来称呼南岛民族。过来要讲的是第3项，读册伴感受到这篇环保命案的重点，毋若是要讲顶死管下死。庄脚所在无王法遮的文化尔，无背景的警察、小师仔、无人通挖靠的死者、无在害命的凶手，遮个角色对故事内底的代理所长来讲，拢无算啥。好康的，拢伊家己规个冒去，这互读册伴联想到国民党来台湾，就是安尼对待台湾人。环保命案就读到遮，过来新的一篇小说是耶稣婴仔的婚姻。这篇的主角叫做婴仔，是一个做事人，彰化地区第一间长老教会虔诚的信徒。伊大个庄头，无人像伊安尼得信教。伊见人就爱传道理，讲公义，讲疼心。整年的人就叫伊耶稣婴仔。20外岁也未娶，人真好。教会牧师鼓励回来兄弟甲伊做亲情，紧通互耶稣婴仔组信仰家庭。故事读到一段落，出现一字不，大家就讨论着。无共国家摒扫的工具款式嘛无共。册呢有一段是安尼写：
庄内人爱甲耶稣羊仔创治，刁工问伊，若有疼心，恁兜的册仔嘛一寡分我。羊仔随应人讲，若有欠用，做你家己来补。随师的读册伴就分享讲，补即字，互伊想到随师的粪斗，无像台湾的有接一支长柄，通好换。所以涂骹若扫好，就爱压落去，无就跍落去，才会当甲粪扫不入去粪斗内底。德国的读册伴应讲，德国的粪斗嘛无变。自安尼，规定读册伴就鼓舞因甲台湾的粪斗出口出去瑞士和德国，讲这就是商机啦。刷落来，分享3个字词，互大家做伙记一下。第一个字词，一着，一着，想要爱、望的意思。记一个咧，人伫喊讲，用就是一着水牛去听道理。这回纪录报道图的内容都有写着这个字词。第二个字词，困毒，是迫害、追赶。记一个咧，耶稣为世人受困毒钉十字架。第三个字词，先做倒未成。譬如讲，伊食到20外也未娶，亲情先做倒未成。分享这3个字词互大家。以上就是今仔日小解互大家的纪录报道。你若有兴趣参加陈明仁台语文学读册会，请甲老台语瑞士的台语社联络。